这相公子你不去，不错你不去，你可知罪？我为三个罪，有人告你，莫无王法强抢名誉。证据呢？杀人捉奸。来了，翠，罪谁上楼？这个来，你。下面贵是江浙人夫妻，你告这相公子强抢女力，当你作甚？就是他那天讲抢于我，我来抢抢的嘛，我是叫金子的脚下。刚才看见你生日我抢侬，说把我都不要。大人，来呀，要冲下去，你给我送。你不去，王元当了你功力不够，非过，所以不服，非过，我不也不服。哎呀，过去，走，走。不过，你个讨饭局，你今天把我当死老板，不过，我的小条件，我的条件我怎么不用对的我都不相信。哎呀，这讨饭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呦，大人。多谢大人。走，杨队，两帮退下。大人，那我母亲还没有找到的呀。你不去，强抢你，欺负你，王元就将他唐营死了。当了他，你母亲，你总要替我找到母亲。你放心，你母亲此事，我慢慢就去洗洗她。哎，都进门了，只好是吃力了。但是你们都有慢慢，这里有1两银子，至于这相公子欺负你，看在我的面上。1两银子先拿去，大人，你想为国请政，为民做事，这银子我们不能收。不是，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，请留下，回去吧。多谢大人，让我们寻找有我，一定要找到我母亲，求你了。是回家的，娘，你会找。你不去啊！你不去！我为了你做了一次违规，对不起黎民百姓，因为我想当初终是协议，使我若无相聚，我总不能恩将举报。若无，为了你，为了你家后人，我只好做了一次违规。求兄，希望你好自为之，痛改前非，